啊，就是画画。只去了说的有的有的，为啥过比赛我一时没子。啊，的方嘛是怕去年没去吃过，为啥被去过比的离家来看那嘛？一里面头你是秋天，你只比啥子？我里弄得个大码头啊，阿几年是现现拉走的关系，但是有大么过比拉嘛路票阿几过比是现现过五度特比拉送俺他不得，提克米马提里里白个。一晚那是我嘛就过比对家婆姨拉我嘛是，过里年一晚最不多我里一晚的别里这比也嘛过比我咪家里拉我，妈咪。对你这个比妈咪有都有你什么呢？一会花家里拉嘛，别是妈咪有都有你啥？一会花家里拉嘛，家里拉嘛，一会花你妈很哪里嘛？一会花你妈是个嘛？我都都做什么？你妈拉嘛？你妈弄拉嘛？哎，一会花家里拉嘛，你妈咪有你可做吧？一里面的别个，有大么个比拉嘛拉错。有的拉出阿姐是现一过拉是五度腿拉出阿姐的，你是现一拉走的过，他是你我里弄的多个嘛阿姐，他肯定嘛提里里，别嘛个，因为我最也嘛过去对家婆拉嘛是为啥别去那么是你对家婆拉嘛是，我听啊，因为我在马家那嘛对家大嘛，因为我在每一次那嘛马家那嘛对家大嘛，我对家里拉嘛是，听了没？听个。为啥对家里拉嘛？你妈是个嘛呢？俺是过就为啥对家里拉不啊？你妈是个不啊？别他，为啥别去那是你？你妈乐了的，为啥家里拉就？这块表，为啥别去那没是你？不出一的，为啥你妈很嘛？为啥你妈家那嘛？别么去那嘛对家大的？为啥家里拉啊？为啥你妈是个啊？为啥你妈妈家推了别不啊？这都头你吃腿吃西吃瓜，这都普罗里边。我在那俺那的十里马的大大，的十里马比大大，阿姐我在马个狗嘛啊，俺为啥别去过脚嘛？姐我在马个狗，我在面嘛我在打，我在马打嘛啊，俺那些线我在别马个狗不是，俺有到了说不得个，没能咋说面有呢？一里面没能咋拍个提别不啊？提马个刀。提克里嘛提里马个，也是里拉出有大拉出提出发的，阿姐马个是你对家婆拉的呐，俺你我在别马个，为啥你没能咋拍一里面在沟里别个？我不都知道婆罗给你，知道头瓜对哩马个，提克里嘛就但是阿姐些马个我别，出边弄在当，嘛出边弄在当我别。你们有这个有裤子穿过有马跑的个头马讲，为啥别个头马过比有的？几年弄就嘛几年弄钱马讲，别嘛有的头别个大，即是在那为啥别嘛可用？为啥别我可那么多家车个啊？可你妈后里对家里拉行哦，你妈是个什哦？你对家不会嘞，对了别不？我里嘛不懂你，你没头提知他，有明年过3点嘛现你过，对家不会那么几样问我。为啥对家里拉那么有的你妈是个嘛知瓜，没嘛去了那么对家里拉那么呢？有你们弄我3点听，一年了一百去过家么的不出去嘞，不出的呐？为啥你妈是个是有的别嘛去啦？一里面吃一头一只，一个我嘛过比婆姨拉的呐，我一个在我嘛一个那么对家吃他妈乐个我的。你明年了，初步，提半年我嘛可以点，提半年家嘛可以点，家嘛一点是在那为啥嘛呗？我嘛一点是在对家婆来种，我嘛也嘛过比对家婆拉的呐，为啥呢？我嘛一个那么的乐个我在我嘛一个哦，对家婆来，别嘛，特地只过比个有的别个大龙哎。我们不都为啥别去他妈别家门里头？一来一个啦，咱你多你为啥子都为啥你过来嘛啦？为啥你过来一几让你几嘛个点俩十里嘛说咱你多你侬个吃你俺个吃你侬打你俺打你，谁点说特地怎么在别丢行我嘛你咋对家不会嘞？嘛俺你为啥哩？别么去啦别么去啦我嘛过比你咋不会嘞？不会了那。我在我嘛格里那嘛俺对家个咪，乐个我嘛对家我对家配了他俺我在做嘛别求，做那个嘛点做，你啥了？你啥？
对家不嘞，别嘛，是怕耶稣有的有爸爸无啥头里别点嘛我，耶利米你是出头，吃啥子瓜？无论你阿门努啊，出就点嘛比努啊亚嘛米的对立之事，耶和华努啊无啥别可的拿路。努啊，古律亚呢？耶和华努啊的，比亚里知道对家吃大嘛，我比家里人哦，对，这瓜米别个大喽。阿门努啊，出脚嘛瓜，阿门有出脚嘛瓜，有三点的有出脚嘛瓜必须，是他出脚那么别嘛，阿门三点的出脚嘛，有出脚嘛，家嘛米，努啊亚嘛米的对立之就，家嘛米瓜。对立那么呢？是我比是对子巴啦，无啥别肯定是对子巴啦。有你妈过过呵呵对家嘛，有你妈我嘛对家嘛。阿吉那无啥别可有你妈过给打的呢？对立子巴啦，哎，后天啊无啥别可嘛是的，我嘛的对家，天嘛天嘛忙啊不嘞，天嘛无啥别可过听你嘛做不？阿么我对家，我也嘛我米阿吉那，无啥别可过做嘛的，对出去那个不？阿么我死了嘛里边无啥别可的那路的。无啥别可在那路弄我过旅游的呐？无啥里别里只那么度假当阿米，无啥度假里啦哦，哎，俺这你听过嘛？里个嘛度假破啦，啊里一个嘛度假破啦，啊哟别米，一没过一下几年一度假你过度在地啦的，下几嘛苦的，我爸爸说。我过度过嘛dia的呢，我可干球啊，可表你我可里你下里用，我连咪过度嘛在地啦他，谁还嘛发不，路嘛发不，爸爸我5、6出了，我就在干个嘞，我们那过度家破里啦，我别他，我嘛过不去了，度假破里啦的，也嘛在对立咋的，也嘛米过对立咋的呢，为啥哩？啊，度假破里啦是不？我的别嘛口。一得选择性，别说你为啥哩家里拉生啊？你没弄我那个。为啥对家里啦那么？家里啦那么？为啥你留在秋天？我秋天，侬秋天，对家你嘞？啊，把为什么对家里啦他那有点别么喝嘛？下家嘛过吃老行哦。我嘛不都有3点的，有也嘛米啊就在对立子那么？为啥过比对立子那么？为啥别去在哪路是你？一你留在出来，我天呢，有的没一子那大嘛过来为啥你嘛没一子那？为啥你？没因此那干嘛过比对家里啦我妈没一直天天自个个有的天里3个啦你啊肯定快去对家喽。再的子你家里头个啥子你对你生活你是做光，我的后续可要不呢？一拿家妈咪大力是呢，干起你咋啥点啥你啊可干起点噻？可看你看多了是为啥的项目你嘛就为啥选择嘛的米里项目你嘛就对你干的？有的没啥别有啥律师，为啥在项目里嘛就？可看你多哪的？为啥里边？有的没啥别有啥律师的？为啥你嘛很啊喽？你嘛很是你嘛很那么别么可那么？为啥和你别多了喽？对里边，我的就有啥律师啊？别我的可是可以不呢？加油多了是对加破译了是加油多了呢？可是可以呀，你过为啥和你？哎，我的妈耶啦，对里边，你家里头啥子你都你生活你吃就这块对里边，的话有酒你有大你咋你多你不是挺妙我不是？可看你为啥个那么的米了他为啥的你嘛么？我对我就你我对我谁点就我对我谁就点就跟你说的可卡个的，为啥咱你的那为啥你有哩嘛别？侬啊都想啊侬。侬啊，你谁点这回谁丢下？啊，你我这回你我下，我你谁就这回谁就这下。侬打谁啊？侬得听你啊，你活了我，对了别的，阿里个了，啊呢，有过比谁点嘛那么啊不？为啥你是有下不？为啥个老下不？爸爸我切了嘛切了，我侬得切了不是？加油嘛你嘛就来的，为啥的？米都个是你，为啥和你一我过比有的有？加油嘛你嘛就的，为啥和你嘛也啦？为啥家里啦？为啥你嘛是个？有那个no那个，我当年我就你听你讲，听你立刻卡掉他那，为啥里有的很你也让，我里边咪，20的是咋个多个，20的是2个，20的是1个，为啥个老乡嘛？这些国比嘛那么俺嘛呗，家有嘛国比，为啥你的对家其实为啥的米多个，为啥的我不夸的，为啥里有那个下阶段里都做了大里呢，嘛都组织，陆陆啥啥啊，说嘛排排我哩，嘛都做嘛大里陆陆啥啥都组织。我们不懂，阿里个里呢？俺去都多助理，下都多助理，
无啥的米都跟那么他米里子，无啥的米都个的呐，阿是都了那都是我嘛，阿里都是也啦那都是的里呢，弄的嘛个里子，我个头骨子提头挂白我里，无啥别个有你嘛那个个大堂，我嘛有的嘛个里子，无啥里有的，下家我别嘛他米里子。你啥么意？你是里头吃出这个，只有啥路点米没一只那么，木瓜子多呢，就不是拉错。阿有那咋的地去过？第二天，一会话家里那是阿么年路了，那个比头啊个喽。都是头啥子你头吃栗子，我天一会话呢家里那是也是里不得阿里嘛个栗子，天。一会话家里那那么，一会话呢学咋啦那么，有呢。都家花钱那个，都家里拉那个，家肉那个，我天呢，有的无啥哩，妈妈一直，一时去吃一头，你吃蹄子，我的阿米从我天有呢，马吉马做马过比都家婆一拉是，我只绝比我这个阿吉的一直付出的呢，一那只谁点么我。从阿里高是提药白米，无啥你了无啥别去，阿吉的别嘛提克里的去，阿吉的付出的呐，伊那几岁点么我，啊我那追求生我那我嘛拉出去里嘛，家嘛拉出去里一个嘛不都，无啥那我得嘛学咋拉是个，无啥那我得嘛你努吧，土里他呗，我这里一个嘛家嘛就一个为啥，只嘛阿吉有个他那，无啥得来就他那，无啥你，努得个个啦我，几岁点么我就。为啥别去的付出？为啥自个自己付出的呢？侬那几岁点么我就，侬嘛就嘛做嘛阿里是一个别米，侬都家破那是为啥在家的呢？几岁点么我就，我嘛不懂。你们为啥那个？提花年都家里了，提花年就你嘛提木，提花年就要提呢，提花年就你要去特我里，提花年就配也多给，提花年嘛多给，破啦啦给啦啦，告诉的花起来。阿里路是嘛家嘛一点别米，阿里路是我嘛拉出你推提有嘛那么去嘛，提嘛什么么么到别米，侬提嘛都家嘛阿吉路可是无啥你了得出，无啥别去，无啥这个阿吉得付出的呐，都家破一拉的呐，侬那谁点么我，侬无啥里侬得别么嘛去啦，别么去那么都家米，无啥你家里拉生我，无啥里家里拉那么，侬谁点的我谁点的，无啥你了得花嘞，无啥别去得苦肉嘞，别的嘛，他们意思，有个头个，你去吃啥子？侬啊呢不吃鸡蛤蟆里嘛一，你嘛不里拿去，你下次侬话一会话无上我的破一嘞，阿六百年我那人气啊比学着你比查实，你嘛其实你你比查实我呢，侬话都家破一啦呢，侬话的嘎个是嘛家嘛哪个我对，侬拉出历史嘛去被个里边咪。都家破一拉天呐，你妈背里那去，只不过你妈下你，你妈背里过去，都家破一拉天呐，俺那学着你就是我，我都家破一拉嘛的，俺嘛你苦力，我那学着你比你比他说俺嘛不多，我都家破一拉天呐，我在嘎个是你，嘛家嘛哪个我，对。你们有阿里提有无啥子？你阿里提有白米，阿里路是一点白米，阿里路是拉错是把那个无啥女嘛大嘛，俺你拉错女嘛大嘛，拉错大嘛大嘛，阿里路是一个白米，侬做俺嘛手里，我做俺嘛手里无啥嘛，俺嘛手里他呢？他妈记得哪个哪个是把那个都叫不会来。你妈想你妈不理你，爸爸我欠了嘛，别是为啥在度假回来？我天哪，为啥哩？阿吉哥哥啦我，阿吉哥哥是侬嘛度假回来的，侬在马家那嘛，我度假大马里呢，侬度假回来的呢？阿吉路口哪个侬在度假回来那嘛？一直哥嘛里边侬度假回来嘛不都？侬在马家那嘛没有？侬度假回来嘛不都？侬在马家那嘛咪哪个嘛？侬为啥在侬漂亮呢？阿可就为啥家里老？别木去那么度假大妈咪家里老，你们弄我为啥家里啦那么？为啥你妈是个那么？为啥你那个谁家巴拉那么？有天有里天有，谁家老家的一直觉得是怕那个？为啥别去天妈别讲么的？家里嘞，家里嘞，阿里都是他们为啥女啊？阿里都是他们为啥学长啊？我们不懂是怕那个一直觉得家里嘞。
无啥有的虚然哦，无啥有的嘎嘎哦，有那啥对吃子。因为我嘛就过比推绿婆姨拉嘛的，为啥木个呢？因为我的选择是妈妈一子，对，因为可是嘛，你越路票的够灵，啊，就没那么白米，因为我对家婆姨拉嘛的，为啥木的妈妈一子，啊，就的就没走路，啊，就的为啥哩家里那是。别木嘛去，你们为啥别去？阿弟方嘛别去，提嘎提去阿面。有收购，耶和华家里拉嘛，得么收购，耶和华家里拉嘛那阿是不都家里拉不阿别他，我嘛过比都家破伊拉的，别么去那妈咪嘛去都家里捞，你嘛是个捞，你去，我一样嘛米阿就得对里只是你家有你觉得为啥？别么嘛去，为啥家里拉？为啥别去的？是就是。为啥那个谁家的？耶和华家里人哦，啥去？你去，要么阿吉瓜，对里是为啥别去那个谁家的？为啥呢？有阿比的是别么去那么多家大米，乐刚马去啦。你们有为啥多家里啦那么？耶和华家里啦那么那个有谁家送阿喽？有谁家送阿嘛里比？提有呢？为啥别去？你们那个下个但是。出去是呢，哈瓜花过的瓜，谁爹的？为啥你能带出来？为啥家里啦那么？为啥别么去啦那么？是怕那瓜谁爹说有意嘞？别的嘛，提个提去瓜比有，谁个干嘛？为啥别去？提瓜难哦，别讲没事提有的，哈瓜乌拉木拉子。我反正别去，意思怕别去嘛，明年那么我们爸爸我努力一家嘞，努别去那，谁爹嘛别去那嘛，不都直接话你了过比家子，是你过比家子嘛巴拉，爸爸我别去意思怕努过比家子例子嘞，努过比我努得是先嘛哈里都那个家嘞，我里是你谁爹嘛子我他不管，努你了得出是你爸爸我。努家里拉嘛那个谁爹是你哈过乌拉木拉子，别么子都提过，我努呢。努阿比多嘞，过嘛个里，努里家里那是阿米我爹过来，我爹过来，别嘛我巴吉那嘛努别去，你们那个下个但是付出去是票啦子，阿都他个例子，努别去他米例子，耶稣米过比两我退了票啦子，啊就是对我啥是两么子。